徐立文，佢係屏東人，佢係位非常有才情嘅細阿妹，佢係讀中文嘅，不過他呢咧客家戲劇嘅同到嘅製作，然後嘅演出，佢都嚟寫，佢都嚟編，佢都嚟導，佢也出嘅書，寫歌詞、唱歌嘅，當然佢演得更加好。佢哋客家天是有千多冇可用嘅角色。所以，今日來看徐立文啲客家戲劇嘅所有歌唱。两位，米是唔会炒啊？迄无咩大米线好，但系算挺好食嘞。真是很感人，做一条鱼呢。我觉得校园生没很爱情难忘的一出戏，跟2个非常厉害的男演员一起，然后他们2个又是北艺的前后届嘛，所以他们2个在现场就是玩得很疯，然后互相较劲的意味也非常浓厚，所以我就是蛮享受在其中的。好呢，啊，好呢，好呢，胆子宽哦，哎，很容易下下乱。下，好啊，下清楚啊，很好来啊。下下来啊。小莫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演员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因为我大部分都是跟小莫对戏，我跟他演一对 couple， 所以他常常在我面前，他在准备他自己 stand by 的时候，他是一直在发抖的。然后我那时候想说，你那么厉害，然后因为我也觉得他表演很好，他客家话也真的讲得非常标准了。那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然后有一次我就问他，他就说他真的包含演连续剧的节奏，还有要 hold 客家话压力，都让他整个在一个蛮不适应的状态。而且他是一个，就我对他的观察，他应该是以阴暗能量作为燃料的演员。这是我印象蛮深刻的事，就是就算再厉害的演员，他也会害怕，然后而且也许越没有安全感的演员，他展现出来的魅力会很与众不同。做唔得事，係咪冇事？有一场戏，好像我跟小莫要起冲突，然后因为我还在那个本色派演员的阶段，所以我没有不太管对手，就是我情绪来了就来了。凭自己有些可是，就可是去把猪翻谁上夫哈？这种事情用不敌啦。唔当然唔敌啊，唔慢笑呢，唔笑是做。我读生意，冇资格讲人要做阿妹。然后换要拍他的时候，我那时候也没有这么把联系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然后拍完小莫，我就感觉到他有点情绪，他在生气。然后他当下也没有跟我讲开，只是他在事后
跟我说：“你怎么可以这么不管别人？就是为什么你在你的戏的时候你有做，可是在我的戏的时候你没有那样做，你这样会害我被剪掉。”然后就啊，对，好啦，就是学长上了一课这样。黄金大浪它是用一个家庭去看一个时代的戏吧，由稻米做切入点，然后这出戏的演员可以说是蛮齐的吧，因为他们都是很多电视剧经验的演员，所以那又是我的另外一个学习。我在很年轻的时候超龄演出会觉得啊，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很老？可是到现在我会觉得那。很多的超龄演出的机会反而是磨练我的机会，因为通常我在的那个，因为我要超龄演出嘛，所以跟我搭的对手都是经验老道、游刃有余的老演员们，所以我就能在其中找到，就是学习到很多东西。客家天使草对我来讲，就会娘家汹涌，真的是娘家哎，就是我从我第一个作品。跟我几乎一半以上的戏剧作品，不管是编导或者是演戏，都在课台。原他是讲那个台湾第一个发现石油的人吴林芳的一个故事，然后他发生在苗栗公馆也在基隆，然后单维就是演吴林芳本人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戏就是结合了，就是人的一个奇想是可能成真的，就是所有人都不相信他，可是他可以，他的坚持最后就像石油一样迸发了。哦，用不用啊？你无水。你用错来抽火，来要很多破水，还你很给踢。然后另外一个比较辛苦的，应该是我那时候从本色派演出，马上要跳到另外一种表演方法，印象很深，就是要拍手的特写。他要发了我从什么一个窗户摸下来，然后捡东西起来。可是我受到训练就做自己，就拿了就起来了，然后。摄影师跟导演都非常生气，说我为什么都不等他们？就是他们就说，难道你不知道拍特写的时候动作要放慢吗？就我摄影机都还没下来，你就已经不见了，什么之类的。然后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总之呢，给时间当天就吃到去搞黑白痴。我真的每天回旅馆都在哭哎，但是经过那一段之后，我就比较知道。电视表演是有一些技巧。好啊，要你去试探哪么？很好哦，老师。刚好我演的都跟时代有关，鼓手，我好像是透过也得去了解台湾黑马个用的，就他把一些教科书上的东西落实成影像跟真实的人的故事。如果我就纯粹是一个观影者，我还蛮感谢客台做这件事情的，因为他的确是让我更了解台湾啊。